61牆生書拆到睇東西唔夠手，就用牆解。 62曬佢用竹竿曬衫褲。按好天出來曬日頭。63散步阿公雪包呀，就去散步。 64絲絨你配衫機你哋愛用辦絲絨麼？65繡第二篇就本意繡妹愛考試咧老師繡起來。66慫設家嘅條路唔好送本平人做。車兒唔會聽筒，你下來送車兒。67塌本人塌到當痛，塌上塌下。68讀主盤細節頭那麼愛讀起來。69燙啊多就叫咧，你講乜解全燙麼？70天陰唔多，你阿熱個愛天三寸雪。71頭作等計書唔啲本馬沙跳走。 72讀愛哪隻你自家讀。阿面啲湯下托菜。 73台老俩菜抬起來，拿起本熟譜，月台2副台3台。 74畫畫日見畫皮孔會畫到出皮嘢咯。畫空啊畫開來。75削做苦瓜唔是削皮。